各位聽眾，跟住我哋兩都對來收聽本來福建嘅節目。喂，嗰度到啊！希望兩都對來收聽幾個故事，因為攞幾個故事嚟甲我講。我人見啊，即係介紹到底起來，會甲我講幾個故事，就估無來了誒，等到到底 street ski 拄到伊誒跌過，很跌過，大家好，跌過，會來甲我講幾個故事，個有300啦，站有幾個故事，安尼。大家好。個得佢啦喂，冇佢怕掉啦。個好屌啊龍，好屌啊龍新嘅 view 啊，龍我是隔隻 view 哦。講辛苦個人哋，我都冚個 mood 然後冚開，แล้วก็有 clubhouse 係邊嘅有嘅base 半減啲 base 半減啲個有南西可能唔知佢哋喂，แล้วก็聽眾人咧就啲人แล้ว咁เสีย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ป่าแล้วว่าตัวไหน講幾個數咯。這禮拜幾個事啦，自講成啊，學這裡跌鬼啊，還沒行出嚟，拄到鬼。我最近我聽到對，鬼唔捌聽過咯，because 我真久冇聽了。了較濟是聽幾個事吧。有幾個 topics 我看 in Spotify quite interesting 啊，我尋聽去都寫跑狗幣嘅 topic 啊，陽光啊，什麼的啊，all this 咩啦？你做咩事紅險上到幾個數俾佢嚟講嘅？誒特別定嘅事，特別你按照在我錄音，你 sign up 啊，你有 mailing list 有啊，你收藏 email 啊？是的。OK，so 你嚟。講句，你是做咩行險時候就會故意告訴你講，我寫你是 recently 吧，都係想到你。我是 just 未 join 呀，你唔叫，你未話我講事有啦吧？講正，特別你冇講，你就冇講佢，咁我講嚟講成冇講佢就是 interesting 嘅，你個幾多對係是聽到陣啫。家己有經驗到，特別唔知是假 OK，未 confirm 下，你經驗到咩嘢？ and also 正啲呢，is 頂到讀大學嘅點聲是，不知道嘅。我是啲邊咧，特別我頂到啲 UK 讀大學了，summer 對嚟，summer 對嚟了，加另外一個朋友本是啲 UK 讀大學嘅，所以啲本是 summer 對嚟邊咧，所以人90年代點聲，啲邊咧是冇咩物件做嘅嘛，咩？咩食飽唔是去食 supper， 就是有人是去 clubbing 啦，人是冇咩會去 clubbing 嘅嘛。佢哋90年代 early 90s 是冇 cafe 冇 Starbucks 冇 coffee bean 嘅嘛，所以人較濟本是出去食 supper 嘅嘛。然後直到車嘅位啥是食 supper 過後了，回去我嘅 friend 嘅厝啦。伊是大陳竹門嘅。所以人 from town 對去應該是行 Burma Road， 或是 Burma Road 佢是對位個。from 埔地使行去一頭去陳竹門嘅，一頭去毛 Eskin 嘅。所以人行毛 Eskin 嘅路。行嗰條路是呢，伊車是開 aircon， 伊通啊冚白白嘅，但伊行過嗰條路是呢，我有味到胖胖嘅味哦。是啊，係咪種嘅胖花啊？係咪？花胖啊，
花香的味啊，然後我點點，然後規車人本點點，然後I think that time radio 本有開 radio 啦，所以有 music 下面啊，所以我 just video。特別你 video 咧，你是想個講是上到幾啊？還是 video？按照乜 video 係咪比？還是你是上到幾啊？那個點點？我有想到安尼款嘅物件咯。好啊，我就是咪比啊，我就是貴嘅款咧。有人講也是 video 物件，蠻出聲嘛。我就是未記，我就是未，係咪未來？有聽人講是安尼款嘅香，就是伊是唔是冇咁落嘅味嚇 ？Jasmine 嘅花味。我本唔知係咪花嘅味啊。你甲我講 whether is Jasmine or whatever， or what do you call it frangipani also， 我唔知啦。但人講有安尼款嘅味 means that Miss B is around 啦。本店啊 ，Miss B。That's what the Singaporeans like to call her。新加坡人叫 Miss B 嘅嚇。Because 人講板凳會講出的。伊名So 我 video 了 ，but journey continue 無事無法行去到伊厝，是我問，淡仔路人啲車有 video 物件哦，伊講你本 video 啊，我講嚇 ，but that's it， 有 video， 大有人有 video，but didn't happen。特別有可能是成個，有可能是花啦，你到底望嗰邊有曬野花，什麼草？可能有咯，可能有咯。阿張啊，豬阿達，對，你講啊，若是講啊，倒喺車嘅話啦，你每話即係個話我過去超把過去咯。別使講下，別使講下。未使講嘅，真正笨蛋嘅。冇你啲 first reaction， 頭啲 reaction 唔是成講，攞我看到都咪執夠你朋友啊嘛，攞邊條咩邊？你是啱嘅未使，是其實冇未使。第好是下面是本買每日的款物件啦。你人幫配咧，到底等推人幫配。講了會安怎？意思成日故意 acknowledge 你嚇。你每樣嗬，就面所，你就是講下，你就是 acknowledge 講，你因為成日要學你知講伊 existence， 所以伊幫一個味學你味，所以你就講我味到，但面所講伊成日痛了。成個人拍電話學你學你，但你麥克德風學你嘅時候，你咪聽。就是講冇事哦，你哋伊幾拍學你味道啦，你日但你咪覺得 hello， 你是最下做咩？你俾我 IC 啊？你講了，你是講，你接伊嘅 call。是伊人，無啊，或者這種物件吼，伊安怎阮吼，伊行去大陸，伊去大陸這邊阮啊，伊有聲，伊有味素 ，that always 有啲嘅，伊有出現嘅。你都好，若是講你 ask 到吼。了你味到伊，或是聽到伊嘅聲嘅時候，迄陣時是你 frequency 嘅音樂嘛。了，就是你pick up 一 call 啦，係是？蝦米聲嚟嚇？蝦米聲咪味嚟嚇？迄陣時聲我未使講啊。你聲我都係未使講嘅。聲我想味我知，我要聽佢特別聲我唔捌佢啊。而且你看到你後尾你白白物件背掉來係咩物件啦？未使講。你是人落都落去啊！未使 acknowledge， 未使 acknowledge， 你 acknowledge 下你物件 ，because 你就係 ask 到嘅伊嘛，你伊度嗰個愛來隨你過嘅。喲，那我把個彩當今是3點啊，唔嚟先。Yes，對，是哦。你喺度冇見3點？嚇？3點冇見，特別你讓特別阿媽咪即啲位，你平時你是個聽幾個數啊？特別你會驚幾啊？我是被唔捌看到，所
驚無驚呢，係同口講啦。特別你話成日去到你先講你去到這位啊，是暗咧，睇到聲咧，是你係哎呦是鬼呢款嘢，啊是你是成日應該中呢？冇啦，冇鬼嘅。我唔是想講英國啲呢。I mean, I think there are things that science cannot explain and I don't understand. So I cannot just deny 啦。未使講冇咯。特別你唔捌驚佢，你捌去嘅 situation 咧 feel 到就冇驚。有啊，但係你講，但係你唔敢講佢咧壞味，但係你是有相信，你唔咪 prefer to be a bit more cautious 啦，較細緻啲咯嚇。我講較濟 normal 嘅人會淡薄驚嘅啦 ，definitely 有淡薄嘅啦。所以看你驚較較濟呢，你真無達線呢，或是你是驚淡薄。我每當那是藤眼無我想問，係伊藤眼無開講，藤眼無開，有你車藤眼無開咪嚇？無開特別我唔知講 whether 伊 event 有開無開我唔知。有陣時誒講啊，你係 convent 較濟人是 convent 嘅嘛。其實伊同行個，啊，攏你寫下咩物件係你哋多多，伊未聽到人，哎呀，伊啲切多多。Anyway， so 即個什麼我切多多，你講我先。哈，我有聽到我開隻 clubhouse 嘛？OK，什麼拉真？不，我是看到你，我唔知這是什麼多多後，你寫咗啊？我切多多，我就切咗就講話。你叫你實在你做咩 ？Then 什麼拉真咧？你講你最近嘅幾個數到馬來西亞嘅事 ？OK，so 我甚至過頭嘅是啊，對邊嚟咯，對嗰個政治我個背到對嚟嘅嘛。So 嗰時上我嘅房間。嗰真係你房間嚇，嗰時我嘅房間。但我非要講，即係有哪裡物件 grab 到我嘅 attention 嘅啦。第一類是想嘅 ，I think 這是我自己嘅。所以我家冇等白白困嘅嘛，我問隔壁我對面嘢地，然後有一落島哦，我想講一啲地就係，所以我冇去參加，我冇去頂誒大啦，因為我係眠床，我參加有時候大啦吼，一啲人會請嘛。叮當你。所以就驚吵亂到伊。然後我在7點幾8點一頭出來啊，我個上講一啲地，我在一頭開門入來。叮當咪成日看，你想講伊都有低調。是哦，然後阿你學我delete就是係一種7點幾嘅時，一個暗嘅嘛。然後8點幾嘅時，到日頭嚟看咯。這裡我非要講應該是我自己啦。然後咯，所以第二個嗬是我本地3月1號就要到 Paris 嘅啦。我接備好背，因為我在拍陣。我去個 airport 嘅時，我來備好，我啲 email 小辦了，所以我直頭去 airport 咯。然後 check in 嘅時，佢看講，伊講你未背，因為我背卡達嘅啦。伊講你未背，我講係咩事？伊講拍陣啦，當今我講我冇收到 email 係咪？伊講未啊，你未背，你 reschedule 還是你 call 伊來 hotline 會安怎咯？OK 咯，然後 call 做嘅了嘛。你到底本來嘅事是 Malaysian Airline，係咪 Airline 接？冇是卡達。所以卡達到底本來有啦。伊背嘅接邊嚟嘅。So แล้ว佢เอาว่า做嘅แล้วว่า parents มันป่วยว่าที่ airport มือขอไอ้อันจ้าให้มีมือที咯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ว้我啲個處嘅事就 normal 啦，like 普通嘅治療晚上阿妹普通嘅阿妹食飯啊，กับ parents 食飯係咪咯，แล้ว困咯，แล้วก็困แล้ว我記我半夜2點幾3點醒起來。แล้ว看電話幾點，我會記是1點幾3點嘅呢，แล้วก็困迷落去咯，所以這個迷落去呢嗬，
我就忘掉一個物件，我忘掉我嘅一個朋友，我朋友載我，了我坐伫伊嘅頭前咯，干那我甲伊嘅車爾，了個後就唔知啲檳榔，唔知換去倒落啊，把伊嘅 scenery 是檳榔嘅，了後尾我伊車出 end 你知哦，伊 end 就浮起來，了我看我朋友真正冷靜。真正無 panic 無蝦米，แล้ว我就 feel 講，唔知是唔是 effect 嚟，伊新車，唔知是唔是伊新車嘅 effect 嚟，然後馬仔伊 end 就出就搞在喎，然後伊個唔是成個掉灰色嘅 end，伊是成個一個。物件愛出現嘅時，係一種在錢不咧啊！了，伊車，伊光嘅嗬，就慢慢變金去嘅咗。哦，你知係一種白嘅光，甲金嘅光無相。伊光成個慢慢金起來啊，嚟。伊正黃色哈，然後伊色唔是黃本，伊成是金。然後佢後我 panic 了，我真 panic 了，我喺開門，我喺去開啊，門未開就。然後我會記我朋友伊換車吼，伊嚟看我，伊看我，然後伊一隻手嚟拍對面我先。安尼啊！伊嚟拍過來我心掛頭，伊成個叫我坐到對。叫你坐到對，伊無甲講話，伊甲了是無講話對啊，一拍我心掛頭，我安尼坐到對咯，然後個直直換車你知喎，然後後搞到後尾下你我係夾只是當掉下你車搞嘢嘅嗬。我個人請起來，แล้ว是有一頭喺炸起啊，แล้ว你知我 feel 到係咪？我 feel 到有，你知係一種貓還是貓 ？cat species, feline species， 貓嘅係一種嘅。到我這邊慢慢行落去，行到我報道係位。แล้ว冇物件。特別。你唔知係咪意思？伊咁時一見到你不當咪是只檔。我 feel 到有一個 pressure 係落落來。特別是司機開。司機開了我係這邊夾隻個了慢慢變鬆去，這個抓淡薄。伊感覺是鬆鬆係一種。แล้ว我當然想到對我唔知是唔是。應該唔是啦，我 feel 講是一個，特別有人是龜，就隻龜嘅 entity 啊，龜啊，應該龜是荷里子，係咪？荷里子咁，荷里子啊，我嗰時荷里子好，未必都自己擺都自己，冇我困掉嘛，我咧睇掉了，這樣子。係你天花板嘅嘛？然後佢我車嘅時候，我 feel 到講有成個司機卡，係你貓嘅卡，慢慢啲安尼行落去我報道下邊，然後就冇去啊。所以這物件行過我呢，然後就冇去啊。然後伊是鬆鬆嘅感覺，伊唔是冷嘅。然後佢我 feel 講，是唔是？因為我先做係嘛。แล้วกูนี้ว่าฟัน太歲嘛？ฟัน太歲上面我未記啊，ฟัน太歲上面我聽過，但係我未記啊。ฟัน太歲。哦。衝掉咩？แล้วกูนี้咩意思？咩意思？你 Chinese 洪水嘅物件。洪水嘅物件。係咩物件？自己講話 Chinese 係咪？你特嘅時候，特年啦。有一個神吼，伊是。對條迄年迄個西小人，西小嘅，想講今年是8年，係你做啲啊，想8年，達到8達到愛fantasy，
本年还没有一个有一个你講你字就係有一個線了，就是犯太歲上面，點樣你講？犯太歲咯，犯太歲啊！犯太歲。太歲 in English 一樣叫 Grand Duke Jupiter. I think it's a constellation 嚟。哦，我都是犯你太歲，太歲上面係咪字？按照寫係點樣字？太，แล้ว歲月嘅歲。哦 ，OK，哦，แล้ว你冇你 good luck 啦。แล้ว舊年我冇聽過人講犯太歲，就是講the means 你是衝嘅年嚇，你嘅年，特年衝掉嘅，做啲冇上嘅。上個話抓嘛，แล้ว舊年是抓，所以衝掉咯。舊年是抓年冇好，喂叫一年是好年是特別是好衝嘅，好衝太歲嘅。好年是 recent。嗰陣時你就是講迄年是你上嘅，係你成年咧，你甲伊你運到運得好。OK。แล้ว你是想講是係你係咪而家衝你啊？舊年我衝嘛，right？แล้ว我本只係有 feel 到講我舊年國家真係冇順。แล้ว今年嗬，因為是3月1號、3月2號那款，本是人過節嘛，所以我 feel 到講是大家你嘅買一本啊，你嘅買一本啊，你係咯，大家新嘅物件嚟咯，哦，因為嗬 ，actually 我 feel 到講係你忙嘅，我朋友嘅車裏邊嘅事，因為係我走嘅嗬。本時上家是講 protect 你單調性，你咪你快走，我上家你 patience 你單調，你搞借落嚟就是你搞借落嚟，你單調，你看咯，我幫佢你看嚇 prophetic dream 係啊，我成日看咯，犯太歲你會嘅。And then the end of the year 時，你 pay back 啊？按照 pay back。我有去拜。幾時想我成日話你運很好。แล้ว你特別學裝類。better 啦。啊，咩時候裝？你學拜一句。有一個點聲，before Chinese New Year 嘅點聲是，你講第一行嘅，愛記行嘅。And then 佢會使 speed up 嘅，其實上我可能要犯太歲啊，嗬。伊無對你們嚟嘛，所以伊是先話計嗬 ，on the spot 話一路喺度，會使行啦嘅，我唔知。哦，是一成個 express service 呢？你面對啦，你講咯。哦，我唔知相信啊，我當部懷疑啊，你物件，我當部成個冇相信。冇拜神你嘛，你係啦。你冇拜神嘅書嘛？我講鬼嘅物件好，即我 OK， 我講我係鬼個事啫。等陣你講了未？你即係個補充者啦，就講，這擺我 feel 講嘅正能量咯。OK， 所以你 feel 到成個今年依個看到你金嘅鬼，然後成個陽光鬼呢，แล้ว個感覺到 warm 呢，你有啥物件咧？你想到？我唔知。何你知有可能是，你家己來。但係你家己啊，你 take into control， 你講 work on yourself。佢嚟咯。Rely on yourself。佢嚟咯。因為下個我冇講過，啲疾病學嘅冇講過我啲阿莫丹尼變成嘅事，困嘅事，困嘅情況 sleep paralysis 嘛，學鬼笛嘛，แล้วก็兩件嗰度 OK 了。but 係你時間零嘅厭嘅啦，but 這裡冇，這裡以後我 feel 到講真係 warm， 真係咩咯？我其實咪唔得真啊。係咪？唔รู้啊，你 actually 啊，你大係你位啦。伊有近到18位嘅無？咩是18啥？是啊，18 overgrown 嘅。山邊啊，或是啊，有成講迄種無人大
了長嘅了嘅位啊，你看你，我人 OK，你在 Green Lane 咯？Green Lane 伊人迄邊有一個 Petronas，我人住迄邊嘅咯。Literally 是南華醫後尾啦。哦，tapi ibu sapa tapi you hospital。會使唔，會使啊！等陣，特別係估我媽都講，係咪 hospital 就係貴先嘅人嘛。？OK，so 我媽都本講，係估我人厝嗰邊嘅嗬，啊未 develop 起來是，嗰邊嘅了是沙巴甘榜嘅。哦，嗯，這邊是亂梅嘅呢？這邊是梅。冇，because sometimes 時啊，你 certain area 啊，有嘅迄個物件，伊 already 到迄邊已經久了嘅。and then 哦，你就是 clear out the area，然後你 build on top of the area 啊，迄個物件伊本是無走嘅。哦。So as penunggu the area. 哦。對。tapi sisi kalau masih tinggal masih sapa lah. Lah before develop kalau masih sapa. Yeah, that's the thing 啊，that's the thing 啊。So usually 安裝本會有嘅 specific area。So especially 啥伊啥。係咪？在三百人講緊你，伊講古早是伊人是喺啲甘榜嘅 area 嘛。如但是講到甘榜嘅 area，the chances 更加 high 個 because 古早嘅人哦，嗰有飼物件 sometimes 啊，so 飼龜你是講？飼物件係咩？係飼雞是啊，是飼龜。冇啦，飼 something that is supernatural 嘅物件。OK，係啦，你講飼物件，我係講，你飼雞飼鴨咧，還是講你垃圾嘅飼物件？我都有啊。我就有啊 ，actually 就馬定就馬講雞時，我都冇得有。雞時你雞架車我都冇得有啊。OK，แล้วว่า是啦，本掉本啦，特別我感覺你 hospital 嚇驚個。特別我講到林慧儀嘛，應該我諗是林慧儀後尾林嘟，你未曉嘟你啊？你是毛毛菇啊？你按照用，等陣咱可以考一下。按照講你會用嘟嚟講，會講係你哎呀是唔對，會講嘟，按照講林話嘟啊對，OK，so 好毛毛菇嚟講就林嘟嘟啊咯，林嘟嘟啦，林嘟嘟 actually 會使啦。林嘟嘟，我一直學嘟嘅了誒，唔知就這些。哦，so OK，阿你林嘟嘟，伊頭整換落嚟曬嘅嘛，對，我聽就自講數你。阿你唔是講伊過掉嘅？對，對。人講你聽你講是啥物？我聽就是講伊畫起來，可能人覺得叮當。我聽到嘅是講伊上家是過掉嚟。keep order 咯，伊袂互歹嘅節本袂互好嘅掉，唔知啦。你哋講你係細啊？對，你冇聽過係咩？伊過掉嘅，我知啦，伊是過掉伊呢，即人係咧北西嘛，成日講有嘢是過伊嘅厝嘅咯，就是趨向嘅咯，趨向嘅。係你張法子嘅厝哦。伊會對佢講啊嚇，無特人誒在條係西在伊厝頭前嘅，因為伊厝人無夠，伊棘伊穩啊，伊厝人無夠鹹，是嚇，伊會西冰多對嚟解。OK，所以你就俾教，伊西唔是可能頭梯去咩？諗啊，即係順境係伊唔知地，就發啲嘢做曬嚇。OK，就法師嘅西，伊嘅西是唔知嗰隻孫嘅去 Australia 係咪？大隻咩？大隻真嘅 Australia？呀，再俾叫布雷嘛？對啦，布雷。Actually，伊嘅tour guide，tour guide 應該是不來過人嘅節目，Kemenyan，Kemenyan 咪是。Kemenyan 是唔是阿龍嘅朋友誒？你是 historian 嚟嘅。定到諾軒嘅嘛？是哦。
甲咱白白啲大公司做工嘅咯。哦，是唔是 ENO 甲咱講 ENO 嘅頭家告訴我是唔是？會幫啊，咁樣對，應該都對你嘅人講下自己告訴我。我做除咗幾嚟。哈 ，OK， 我另外一個我要講，我唔知亂看到鬼誒，你有啥？你印象裏面，你腦裏面，你有時候就成個講，你第一件係鬼是安怎款嘅鬼啊？你第一買看到嘅鬼是安怎？你講下，係咪數？我先講啊。我唔知我講過有這個數，下估我人 college 畢業，然後我甲我 high school 嘅 friend 有一 group 真係 close 啦，人4Q 人，人心血來潮，話我人1Q 朋友，我1Q 朋友話 Canary， 伊人講協讀小學後輩，小學哈。你睇協讀你好咯？我講協讀小學嘅，so 我本事你本事協讀啦，so OK 啦，所以人家兩個仔咯，人家協讀人家是協讀，我是協讀先生後生。你入到小學嘛？我唔是小學，我唔是我並華小學。but 你去過合到小學？我知就識。你知 instructor 嘛？嗬。伊後背有一邊是真在陰嘅。我喺近點嗰邊嘅時候，就問你。冇人車妹嘅嗰邊。人車妹，你直接去啊！彎隻手落個去，伊後背去妹。แล้ว Westwood 下邊。Westwood 係咩啊 ？Westwood 係咩 ？Westland。OK， so 下邊咯，下邊就係陰嘅嘛。當見冇啊，當見伊人 renovate 過，伊嘅潮汕嘅了，浸嘅了啊，所以就貴。我會記定到暗那邊，我會記對，就係陰嘅。我邊定到有一間厝大間厝嚟 historical 嘅，佢哋 Cosimbi 厝嚟，對啊 ，Cosimbi。到底協好嘅咁幫人邊啊？後背。哦。我人係你我人 high school friend。你講看啦，都未記得。OK。當然冇啦，聽啊嚇。冇一站一潮站緊了，所以真正貴應該是冇啊啦。所以下股是真正陰嘅，我朋友都看車去。講聽講下邊啊，係咪講會當看到，然後還是嗰時1點幾2點半咩，你知喎？咱唔係你食了媽媽無事做，下喙夾帶去看，你知啦，咱淡薄嘅了。伊講會看到，有可能會看到物件。OK 咯，去咯，看去就看到個去下邊啦，我人。I think 我人5Q人還是我坐中央，我坐後尾嘅中央。到哈利junction 彎入去嘅時候，你係坐頭前中央，咪是到啲嘅你叫人 break。你知伊人隔了看到，你知我1Q人冇看到嘅，你真冇看到嘅。我是人冇看到。有，你上次講過這個數嘅什麼不啦？真。上個是有啊。對吉利嘅事，我看未到。伊人4Q 看到緊。看到下面，變車去。看到下咧。ECD 嗰啲我等嘅每嗰邊啊是嗰啲邊。冇後背啊。佢人會記啊。人車妹嚟啊。人車妹嗰邊有。後背內妹嘛。對，下邊一路彎去後尾就行去人下古嘅 heritage house 啦。做咩事？你講你看未到個行咧？你看吉利哦。未看到個吉利。你唔知啲答喎。แล้ว你ยัง看到是係咩物件？伊人唔敢講，伊人隔了講看到。伊人唔敢講，我講我看無。
แล้ว講以前做伊講唔係講啦，唔係講啦，แล้ว reverse 呀，你即有闲嘅對我嚟講時啊，正嘅你，你有閒嘅時啊，或是你有 chance 嘅時啊，拄着對伊人嘅話，你問人啦，迄日嘅時，即正來講，你看到係物件，唔係我樣未唔記啊，我唔你冇係買啊，你冇這物件，買仔啊，這物件我唔係買啊，我唔係使，我唔係使，都冇咪仔， OK，大仔壞仔啊！你請你朋友起來，我買在你買在呢邊見，你開一間房，你開往一個 WhatsApp 啦，往個啦只機裏邊呢，係咪？你每樣都 leave the room 呀，嚟 clubhouse，解咗咯。但是呢啲我係未看啦，我未看。幾大年啊？我是為人嚟講嘅。10幾年啊，貴啊！我人20幾歲時。我跟你講你幾年啦，佢又講嘅嘢，我嚟告訴講人。嚟，我上啦10個分鐘，講啦已經36分鐘嘅。未啦，仲嚟唔係10個分鐘講咧。我一個朋友以前啲school大嗰邊讀冊就嗰陣，啲做開嗰邊啊。因為 school 大讀冊咧有規定嘅，嗰陣時大澳嘅人，揸住冇地區嘅人入嚟啦，所以已經錯咗，所以佢間房嗰度就多經嘅咋。都入邊有4個間房嘅，陣時有時候揸住人白白大咯，你陣時有出邊 student house 咧 ，student house 係 share 佢間厝白白大咯，呢啲我哋真係嘅嘛，真係嘅，所以 share 間厝白大，就好笑嘅，就是yang 有一條咧嗬，because after that yang離幫畢業咧，佢咧出嚟做工咧，然後 after that yang gathering，yang 就半樣講有隻物件我俾甲人講嘅就，迄個啊，咱古仔大係點聲啦，嗬，人就係講有一個阿婆咁樣白白大啊，有一個人講嗬，我有看過一個阿婆咯就，係咯，原來大人本看過咗，特別大人本唔捌講過嚇。有時拗得幾年咧，我出嚟講，哦，呢句子自己走卡會嘛，就近了特別講嘅，大人本看過一個阿婆嘅，驚人哦。所以咱唔表演。但係是正有即個阿婆啦。絕對是有嘅啦，你這人都冇人講 discuss 掉。唔是人嚟嘅。係啦，就是你是講正啦。人看到咯，人看到，有一個阿婆咋，所以大人本收到即個 secret 唔敢講咋。但你看到特別特別冇講出。伊人看到嘅時是感覺到伊是人，就是講哦，這阿婆你咪去管你，是大人本出來啦邊嘅，想到講是鬼嚟嘅。哦，但大人本就都有買下人嘅 housemate 嘛，所以冇人講佢。係咪嘅啦？別使講。種你個古仔，對嚇，唔是我個嘅厝，我個嘅東澳依度啲 MIA 同埋啲嘅事。Melawati伊間厝，伊就是咧，佢們是 student house 咯，伊厝本是伊走卡呢，伊走卡 about，伊講成個是差唔多看等人去點聲咯，是等人人去點聲6點或7點後，你在樣在呢些 series 是幫大家有幫嘅嘛，哈你點聲呢，伊就穿學生阿婆到啲阿妹啊，到啲佢即，所以人去教人厝嘅時講啊，你看我們自己走卡過啊，當今，因為阿婆有啲。你是會看戲啊？嚇？你會看戲啊？伊阿婆會看戲啊？應該就這。我一直做但係咧，成個事攏 check 我 fact 就講我隻股我就冇咪記，我真講要看到老人，特別成個是個最緊啊，是唔是？就講啊，是我記老人就冇呢，我記老就冇呢。即阿婆。誒講到 JB 嗬，就嗬，我一個月時我去 JB 啫，去成個一禮拜嘅，所以我帶我一個朋友嘅厝，伊還拿來啦，所以一厝調下咧，阿拉一擺個了嘅，然後伊個人本真係清真好嘅，所以伊和我帶伊一個 condo，然後你大個伊還是伊和你自己帶一坑啦condo，伊自己和我帶，因為伊帶個伊 parents 嘛，แล้วก็เอา咩啊？有自己嘅事ว่า因為ว่าโอเคว่า自己咧嗬ว่าตัวว่าตัวหลังชัว if อีอูฮัลเลฮันนี่อ่ะ cordless vacuum cleaner อ่ะ你計
嘅意思我特嚟早起來，我係成熟一道成嘅。所以這是我嘅 habit，我 routine 嚟嘛。所以 OK 咯，你講講後尾唔知第三節我就數咯，每節一房間數。然後一面層頭前我會記我咧數過，一頭卡是茶嘅，所以伊是係你moody嘅 color，茶嘅色。然後我數過第一道我咧行過嗰陣，我數過啊嗬，我是去數一邊啊個了，然後轉對來愛數第二道 second pass 過嘅時候，有一隻嗰陣，一個壁虎一隻底下邊死魚嘅，因為我看是一報道向起來嘅。打咧唔是個 fresh 呢？我想講是 fresh 嘅，因為我第一道過時，我冇看到伊。我第一道過時，就掉數掉嘅嘛。然後我第一道過時哦，伊無滴有在哦，所以第二道過時伊有滴，所以我想講是把你個對面所以我嘛 OK 咯，夾啲書，我夾啲書，我講 OK 咯，安尼去解決。我一蕩落去，我個理就我攰咧，我冇徛個了嘢，伊是打了定嘅咋，然後佢講係咪數我地刀無數掉，因為我用嘅是大身嚟嘅咋，大身就係夾嚟嘅，夾掉數起係冇喎，了伊對面本無紅線無蝦米嘅咋，成個玩咧胖胖嘅咯。伊無講係你係咪啊？成個換落嚟layer了，裏面個頭邊 LED 嘅，佢無嘅就，伊是安尼嘅就，然後伊無可能，因為我接來時對面本無物件嘛，嗱講一隻條啲對面死，我哋就看到嘅嘛。了因為底下邊我第二道愛過時個看到，然後嘢係是定嘅就，然後條理哦。一個 OK 點，你打一看起來冇啥打呢呐？一是打完了嘅，一個我講 OK，我講我 flush you down the toilet，學你補水。因為我非得講，我買點一啲18磅。我講我 flush 台嗰時，我驚起來時，所以我就到 flush 落去。所以 OK 咯，然後我 flush 我爆好事，然後講嚟平安走。然後就係我下一節早起做了，我本冇物件做嘛，然後我本冇想愛出去，所以我哋厝困咯，啲嘢厝困一個 afternoon nap。你知我忘掉係唔嘅？不 ，sorry， 我成忘掉隻物件先。善堂咯，忘掉善堂。唔要忘掉隻隻名啊！我忘掉善堂嚟滴嚟自辣話一邊。哎呀！即係阿 John 你嚟咩？哎呀！即係我成忘，即是我成忘掉性嘅，即是我成忘掉性嘅派性。我成忘掉性一個看到一隻渣。對，我成忘掉性，了佢後。請起來是你去白金嘅時間看到，我去白金嘅時間看到。對。哎呀！แล้วก็下一節嘅時，我朋友嚟載我去食 dinner 嘛。แล้ว啲車嘅時，我佢講這物件，講你再講咩？I think my house ada hantu 啊！哎呀！我點解喺度講？我整一個。你講我成間有鬼，你講你食哦，你講唔知咯，我食過冇去大嘅。哎呀，然後我講冇啦，應該唔是鬼嚟啦，即係是成間。是隻名啊 ？Natural spirits 咯。我講你全部啦，你全快前期，如果掉一個阿拉地下邊，應該冇數。咁樣咯。你只細嘅啦 ，it's nothing， 伊袂互我嘅理，袂互我明白，伊會感覺到會做愈上心咯。
，right？做你相信有啲香港 supernatural 物件啦，一做你相信咯。嚟，你每家己講，阿咪數下一節早起我請之前我幫掉安尼幫，แล้วก็正就是法律一隻單甲單嘅，แล้ว因為我幫掉下你幫是一直直啦，แล้ว我個人暗曉就係喎。แล้ว我 feel 講喺一隻應該是愛甲我講要追所以我甲 flash 伊我講即個是我上路嘅一個安尼咯。我感覺你是講到 flash 落去一個布就對嘅。喲，my god，佢擺起來，我都對了。使嘅了，使嘅了。好啦，我 flash 㗎啦 ，flash 呢，我唔是，伊唔是垃圾嘅 flash。冇啊，落個嘢底你曬暗咪是嘛垃圾麼？特別sometimes小氣嘅物件，你 flash 啊，鋪起來誒，買啊，買，我死啊！你講你，我講嘅你 flash 嘅你個，佢有活動嘅啊，係啦，有一隻係咪Africa 嘅伊 dehydrate 貴 drought，แล้วมา就落海時掉水嘅時，佢就活動嘅哦 ，Oh my god，哦，是種嘅。OK， 所以我每當就是你看，人哋我驚係鬼啦，我驚係鬼好，我第一驚鬼，我真係鬼我唔驚。特別我第一驚係鬼嚇，我感覺浪唔知有你看你經驗嗎？是你細漢嘅時，你 develop 一個鬼嘅 concept 嘅時，下面嘅鬼，你就是bắt đầu你第一驚係鬼啊！我係呢，就是。即係未看咱無講細細漢就是驚鬼嘅嘛，你就即係一回一站嘅時間 feel 到講，哎呦，我驚鬼，還是人甲你講我喺邊有鬼嘅，係咪物件？所以我呢驚嘅是，我嘅 church 嘅，我講 exorcism 嘅時，但冇人講嘅 exorcism 啊，叫做按照 exorcism 嘅時，係我人嘅伊 church 啊，念經叫你 priest 啊你。啲神父念經，唔是大神父乜嘢啊？特別 certify 啊 ，OK？certify exhibitionist， 係時個，所以時個偷晒。我想 X 叫咩啊 ？exorcism 嘅 priest 啊，特別 certify 咗。because 像 Vatican 嗬 ，Vatican 有 approve 嘅得之類。啊對。係咧，哇！係咧，係一種嘅possession 啊，係一種嘅接軌，我真驚喎。但係意思，伊個唔是看了伊嘅變是啊鬼嘅變，伊是人嘅身後，特別伊變咗伊嘅 personality 變咗佢，嚇Linda Blair。無伊聲無上去，咧伊會變效，你看到成個真響起，你看你啦。特別你即係看起來是伊迄個是迄個人嘅變來個，特別伊做甲伊嘅變成個，either是目睭翻白誒，還是伊嘅在 feature 配哦，其實咩我真驚咧喎，因為我親身我唔捌看過，我聽到伊聲我就記你嘅，攏就是捌看過，你看你possession 過呢？我是捌看是到底我嘅 church 我聽啦，我嘅 church 入邊是有當時有我人做頂到樣叫做 charismatic 嘅prayer group，就是講有時人可能攞 speaking tongues 啊，可能物件。好精彩。然後伊樣有啥，就是我 feel 到個淡薄驚咯，樣嘅時候到底我人after church 嘅時候。我覺得咪出嚟嘅時候，一樣老掉啦，一電人推嘅 break， 咧就到啲追住佢，大聲咧，所以我聽到佢聲，我就記呢個就冇幾長嘅。usually 是查甫 usually 是啊，查甫呢，我唔捌學佢就係查甫起先啦，佢就是查甫嘅男嚇，แล้ว伊只要俾一聲就拖出來，可能聲，我驚我哋。我把 experience 佢啊，你講話。這就有，Just game 嘅時候，嚇 ，Just game 嘅時，嘛是 worship 點寫，我捌講過啊，這個數，所以有人聽過嘅，有聽過。所以這個查某嘛是食啊，伊把酒冚冚嘅呢，因為是一定做成拗嘅聲。
哦，然後伊嘛愛咬無物件咁就食苦啊，但是人嘛佢叫咩啊？祈禱個人嘅祈禱係咪？特別 at first 時人成日講伊無好事咋。嚇，上一隻淨係 physically ill 噻。特別目睭就無開啊，冚掉呢。哦。成個 because 佢暫時是 during worship 啊，worship 就講啊。啲念經哦。冇 not really 念經是成個唱歌。唱 K 嘅呢物件。因為是伊都是安尼嘛，然後無人感覺講奇怪嘛，because 是看目睭 during worship 是真 normal 嘛。然後有人滿是祈禱 during worship， 有人喊，有人笑，安尼真歡喜，有人真正感動啊好，感動嚇，咧有只 emotion 嘅嘛。咧是愛講即個 sermon 係咪道理？愛講道理嘅點就係伊個 still 只個。袂啊，所以我人出來出去走啊，一邊出來出去了，博士會講道理哦。但是當我考嘅時，比如說人去誒位是寫個即個有只隻寫嚟咋，都唔知幾大度咯。即係你看到按鳥嘅時啊？嚇，我看到按鳥無邊呢，就是正位啊。嚇，即個位啊。哦。我就是記得，感覺講伊即個面是看病時，即個面是平常嘅事就對啊啦。我感覺講即個真奇怪啊。แล้วก็你叫耶穌咩啊？叫耶穌叫你係咩啊？有時阿妹有時依個講到聲叫耶穌咩啊？然後佢就是 right after that 嘅時啊，伊慢慢開慢慢開目睭，朋友個了個內邊啊呢，有時我看到隻隻鳥過咯。哦，你無邊鳥？我at first 我唔知，我成日嗰陣時。平常係喵呢，而家上咧阿妹黑俾我只長咧嘛，只個疤咧。所以其實我係水明波嚟頭整嘅，水明波有淡薄水，我嚟到水明波裏邊。所以我嘛講伊係請咧，未必看到按鳥是無好事啊，有人是笨蛋嘅物件嘛，就係啦。嗰時我嘛係趕鳥咯，我嘛行走。然後拄好我哋見到係朋友嘅落出嚟啊，一行，一停就即隻鳥一坐到。In front of 即個 clump of trees 啊，即個有幾哪嚟長啊了。阿妹邊下邊度暗暗嘅嘛，看唔到。一坐了咋，一看了我就，但是我咻走，你 know 趕伊啊。但是我咪開我嘅朋友嘅倒出來，有40幾嘅倒出來講，走嚟 you know 嚟愛做一下㗎，伊可以行咧。但是特別伊 just 坐了呢咋，我就開咗伊邊啊。看到無目睭嘅咋，鳥目睭你淡薄開咪看到啊！因為環境啊，伊無面嘅只隻鳥，烏色，伊是像隻羊嚟話㗎。You know, it's like a silhouette 烏色嘅。有陣時 ，after 我叫趕伊走用耶穌嘅名，伊行住，伊行住出長嘅位，伊慢慢行，伊成個。我想行住佢啲朋友成褲，哎呦嚇笑啊！冇，伊行伊出長嘅，你暗茫茫嘅。哇！我做。有看到這個物件咋？那時我對起哦，那時 after that 佢哋就冇請啦。靜醒起來啦。靜醒起來，我人接裏邊咯，聽道理。At the end of the night 嘅時啊，我各位朋友講就，我這個物件，佢暫時我你一驚 ，before 嘅時我唔要驚啦，主要係隻鳥嘅時我冇驚。對起而家笑到一驚，笑到一驚。係咯，伊聲就是呢，伊聲就是呢，只係咬嘅聲係。Hello，我個驚成個人嘅物件咋？你看，真正我感覺機會只看到嗰時就啥，一個穿白衫，鬼頭毛長長嘅咧鋪掉，佢機會較少看到咋？你看到佢啥，在你白嘅人啊，方向變咗兩款去啊，伊聲變去啊，什麼佢我記哩哦。John Louis 意思是成個波多該死波多該其實波多該嘅意思是一種嘅叮當啊，是叫做波多該，是唔是嗬？對，冇啊，特別伊就冇其實不係嘅。我知啦，我知特別波多該嘅意思就是。Prankster 呢，伊嚟做人咯，夾物件係一邊開門、開門嘅呢。波多該是係你戲啦 ，of course 你戲是波多該，特別波多該是藝術 definition 咯，係咪？A disruptive spirit that makes it
presence known through loud nois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physical environment。就是講，後你聽聲，還是做物件叮當？係啦，伊做伊嘢裏物件係一邊係下邊嘅呢。有時你直接聽到敲門聲，或是敲嗰啲嘢聲。特別即有可能是人，有可能人講嚟嚇人嘅，即係物件，咱聽到聲就上嘅嘛，就講乜都唔是。是唔是咱聽到聲？你看到隻門啊拖開冚埋係咩？哦，係你驚啦，係你驚嚇。冇人得出，點咁解？特別有可能是聽到上個拖嘅聲，你 brain 嘅記 fill in the blanks，maybe 是白行嘅聲嚟。Bruce 寫教嘅 Bruce 特別 B 點係咪 B？係咪聲？係係咪聲？特別讀出是。你講講鳥。伊有聽到啊？伊聽到講係咪物件動一下，你物件，伊個就講，安怎成日揼人下物件落來，你 tray 嘅時候物件下落來聲嚟講。特別你冇聽到啦。我冇聽到。你是死吧？我死吧。我就死吧。我個驚鬼要死吧。係咪啲？係咪？我唔捌看過 history。我捌看過 online 啊，我冇看過只。我成裝點先是有佢哋 boot camp 嘅，你在都一道辦個啦，本是換啊嘛。我看過啊 history 啊，伊本是什麼？你就是特別伊無上加佢哋 Portuguese 是你查某啊，可能 because 佢哋節食久啦嘛，伊 drain out 伊 energy 啊嘛。但伊是可能上加伊錢就有來啊，伊食啊，然後咧。官量咧嚇。官量一講一個lepas kan saya lepas and then 啊，伊上個 stuntman 可能 suddenly 一條筋搞以為哦，伊講多時個 saya bunuh kamu semua 可能哦，差唔多上個路。然後都引你幾句啊？我不知道你講什麼。你講什麼？你講什麼？講下面。馬來西亞為乜咧？啊，上班個了是大波雜波本嚟嘛，伊是。成咗嘅嘛，所以人打波啲嘢。哇！真係個傑斯人士啊，而家你啊，印度隊，in Chinese 隊啊。試落一條。有一種物件，真正係咪嘢？Like even 我聽過故事是講吼，就伊人個念經嘅時啊，就係趕掉一走嘛，所以念經嘅時，伊人一種物件本會知係你經嘅咯。對。念到對個路，伊就要 show 你成個你，嗱我咪成日念嚇，對。妖咪幾個長人，你講到這，我今日幾個長人，這是講我係驚係幾個 style 嘅。我 understand 係咪數都係驚咗 ，because 係咪數咗 ，because 伊是一種物件嗬，伊。manipulate 人嘅心伊 manipulate 人嘅心嚟做亂人。所以that's why 都會驚 ，understand 啦，我係咪先會驚？我驚，這隻我個位係我捌講過啊嘛，係。如果 normal 人，我會希望我個 interview 就對係 interview 就對係喂係 youth camp 係。講我嗰度講到底，佢唔是檳城區嘅隻雜寶誒，講伊接幾啊是人幾人帶伊啊是一秀伊辣隻大啊 ！I have a video of Portuguese at my friend's house。嚇有Portuguese？你係咪咪嘅叮當？唔知喎，日本阿字，我都我都得啦man。你這是最來 share video John@penanghokkien.com。阿 John，你講聽到 youth camp 啲邊係曉？哦，伊是阿嬤，伊是阿嬤，哦，即係 New Zealand 嘅阿嬤啊，還是阿花啊？得隻阿嬤嚇？得隻阿嬤。誒，有可能是伊人台灣嘅，有可能是because 我弟弟我接幾陣時我弟弟佢講嘛叫起來。I send to your Facebook. Oh, send to your Facebook. Okay. 啊，我驚喎，我就冇驚咗好。我就在想呢喎，等陣我 prepare 就先。我就冇俾幫助，我驚我看我就落出來咗。哦，是啊。OK， 是 New Zealand 阿嬤講對。別緊留住咧，我看呢，別緊呢。唔係啦，臭，因為落雨咪是叫臭險。
我避唔掉嘛？等陣我放住先，等陣講避唔掉嘛？我當佢俾嘅避掉了嘛？我講白係咪叫先？我講白係咪叫？我幫白嚟鬼，我等佢播嗰個 video， 我等佢放住。我看過係咧，我第一件係咧鬼咧，伊是甲 related to normal 嘅生活，像甲南西人樣會看到垃圾物件嘅，但樣會看到係咧 reincarnation 嘅，像個伊reincarnation 呢？按照講，你面要你 basically 講成南西講樣看到嘅，就是 normal wandering spirit 啦 ，basically 對無？特別我 actually 我是看 YouTube 啦，有一個人本是會看到目睭的，伊是特日會看到的，真明顯的。And then 伊看到伊某生囝時，伊的查某囝 reincarnate，大下咧 deliver baby 時，哇，安尼親美啊！攞咧下咧鬼吼。來伊迄個生囝房 ，and then 伊講咧吼，頭一個是徛尾落棍的，伊想講這是毋是我查某囝啊？對啊，伊知影個查某囝來，但係講看了直直看，and then 迄個落棍甲伊講，你無大這邊位，做咩事你直直看我阿婆誒？所以伊講and then 伊去看下晡，等下一嘛囝哦，厝頂佫一個哦。厝頂一個啊 ，then 一直看厝頂，看去伊厝頂，你老公下面時間講，你看這邊，你無到這邊，莫看厝頂，伊無愛生囝對嘛？但伊看，伊微微看去，安尼看落，就看去，安尼阿妹迄個老公呢，無佇啊，走去啊，安尼伊看到厝頂吼，伊變成甲嘉陵風遐爾，tornado啊，轉了，轉，安尼伊接伊個某個。大仔 ，and then 伊個查某囝就生出來了。喲，你啊，我天你看到？啊，你幾好啊！我冇看到過。等陣，這個是大媽佢哋 hospital 嘅嗬，佢哋是鬼接線，還是投胎？投胎。OK，然後會看到鬼嘅，大日會看到鬼嘅。哦。所以就是講，上家查某有線嘅時候，伊內邊嘅 baby 是無 spirit 無靈魂嘅啦。未有過。未有過。and then 伊講咧，伊去學迄個去伊無啲check up時咧，伊個寶達咧。啊嘛，普吉達咧check up。達咧 pregnant lady 嗬，有阿妹有一個囡仔對調嘅。哦。有一個囡仔對調嘅 ，that means。That is 就是單條出來啊啦。所以伊會看到哦，這叫是甲人是生查甫，這叫是生查某。哇，好厲害哦！阿媽你講下你到呢度嘅，你 feel like 成個鬼接線。那關入去伊個生伊個查某囝上是關入去伊寶個腹肚嘅，你伊寶咪生出來哦。哦，我除掉。你有試佢會背我咪 chat history 嘅，對 ，verify your pin。啷乜你看下，喂，嚇，還沒來？阿花來啊！到底 Clubhouse 啊？到。誒，佢出去啊！我等，特別。來的。這下面啦，我生日，冇，這是紐約格嚟，我看到是，你叫未？阿花，阿毛，來，Hello，真久冇聽到你笑，歡迎，阿毛。阿花歡迎開麥，但都出兵啊，當然 Clubhouse 都出兵。阿龍你做咩？你咪好啊？這小咪咪叫。
massage，哦 massage，我條隻嘅啫，即係成間人咪多咗人事，條叻女去咪，較個勁嘅呢，呢事條隻嘅啫。老人嘅 vibrator 啊，用。老人嘅 vibrator，老拜，老 vibrator，老 vibrator。誒，等我都叫我 3 minutes ago 嘛，我先，我看你，即係啊，呢是 chat 嚟喎。你講聽到我係寫無？聽到嚇，聽到啦。聽到啊！真久無，大家好聽，真久無。對啊。變得好見了。對。我歹勢啦，因為我當今啊，我喺澳洲啊，我是教台灣嘅福建話，我翹到變了，我就哦，不要緊。你是人是講你玩到落就想跳到落是會翹啊！對。特別你講，你講係你看到你這 video， 對，當今我有幾個故事會使講，會使介紹會使講啊，會使。就是我朋友啊，伊住日本啊，伊住這間厝啊，伊住差不多3-4年了，然後伊搬入去嘅時啦，伊就發現講啊，就是暗暝啊，有當時有人開伊有 veranda， 有人開伊嘅門啊，veranda 嘅門啊，然後無人就敢若有伊一人爾，然後我去找伊啊，我住迄邊啊，一月日差不多我捌去過3道，伊嘅水泉啊，伊是伊是住how to say that by itself 啊，伊就是開啊。哦，家己開，伊水家己開，水泉，家己開，水家己開啊！伊唔是滴，然後伊是長水嘅，開掉。對，唔是滴，就是一真啊濟大缸嘅，水出來啦，大缸嘅。然後頂到是我去是舊年啊，那舊年啊，我到底看電視機啊，我後尾就聽到一個聲，砰！那伊有啊，伊是第二樓誒，住第二樓誒。那伊個 staircase 啊，有 banister， 伊個 banister 頭有一個 plastic 嘅物件啦。伊就好，落去。落去就是唔是敢若落去 ，like through 起去啦，how to say throw 伊啊，點起，人點掉嘅，人點落去啦，呀。然後，但是我家己本身看到，親身看到嘅，特別伊本有 video 啊，我就是徛好你嘅 Facebook 啊，你嘅 Facebook 有啊，你徛好咩？到底 Facebook 安怎無看到誒？伊是唔知，伊是我看到是一個蛇隔嚟喎。呢個寶袋啊，寶袋是伊個 cap 落去安尼款啊。唔過OK， 等我寄隻 message， 看你誒嚇。我未看到你 video 喎，你叫我敢若看到是一個迄個 New Year card 蛇 New Year card 呢。OK，伊阿袂等陣。Maybe 使得袂貴個。I thought is 我唔知嚇。是叫袂貴，唔知係咩數啦。Let's try again。video 小大嚇，但係過來貴。有可能是小大嘅。等陣，我覺得。我特別吹啦嚇，然後伊有別個朋友啊，我伊去住迄邊啊，伊個朋友幫機啊，幫着迄個人啊，迄個大寶啊，佇房間內面啊，然後伊困車了，都無人啊哈。然後伊個妹本是安尼款啊，然後最近啊，
伊就每伊个厝主啊，伊厝主就讲啊，因为伊看，因为伊是外国人啊，伊是按摩来的哈，那所以伊就想讲有可能迄边有限度啊，就是无人加大啦，日本啊无输较大迄间厝啦，所以伊就出how to say rent 税出去税出去做按摩啊，税做按摩，因为按摩伊可能按摩唔知啊，唔知伊無成日講你去插你驚你鬼人可能會驚啦。伊有真正濟我個知。即係你去教時，你是做咩事？按照你協調呢？來啊！哦，這是伊教你嘅，教你嘅。OK， 等我看我真係 play 下。等下是話。一處啊。是 modern house 還是tatami house？modern house。แล้ว伊厝主講啊，伊無講伊無直講出來啦。特別我朋友就知啊，有人佇迄個厝內死了。哦，死去。是一個大某死去，有可能是吊暗死啊！哦。OK， 來看，這是到底日本係一間厝嘅啦，咪呐 ？OK， 然後女朋友感覺，所以伊特別想等，那邊翕到，好看到，可能啦。OK， 來，嗱，正攏看到哦，這是叫我嘅，咱聽看有聲，有聲，I see you gas， I see you gas， 是有 gas 噃。但係伊講唔是簡單有 gas， 伊是茶啊，唔是有 gas 啊。哦，是茶都冇 gas。伊是 green tea 啊。แล้ว伊個鬼就是伊阿未翕嘅時啊，電燈個較濟。哦。你翕咧是伊較無咧濟啊，特別你看到伊個 kilo 呢？對，唔是 gas 嚟嘅，伊是啉茶嘅。哦，茶內面無安尼款啊。我其實唔講就係呢本是電燈淡薄嚇。伊講就是伊講是迄個 Portuguese 阿未來伊是伊問垃圾掉伊是伊未來啊安尼款啊。伊就知啊，嗱像個咱看電視機嘅時啊，了後伊就變真正冷啊，即個空氣就變得真正冷啊，我就困袂起啦，了後啊，我暗暝嘅時啊，我就困袂起，我就念經啊，伊嘛是安尼款啊，伊就念經啊，念佛經。伊個鬼就走了。伊個厝是毋是？伊是 rental 嘅。rental stigmatized 嘅 house 嘅嚇 apartment 啊。蝦米嚟啊？蝦米 ？stigmatized like that means 伊有。stigmatized 對，應該是安尼款啦。我想應該是安尼款啦。伊本講啊，就是有咧樓啊，有咧厝啊，好按摩大嘅，因為日本啊，買大，成日有人試過係咪樣都冇時間大呢？嚇啦，成日樣講樣嘅 realtor 特別 disclose 樣特別教人講，都會試係咪好？伊 disclose 日本啊，冇 disclose 按摩啊。拉三，對，伊講是人死嘅死了嘅厝對，伊人講客家嘅意思是拉三啊。因為日本會遮濟咧，個了是迄個how do I say？伊是上個讀者按怎講啊？迄個 Lone Ranger 嘅啊，伊死去無人知。哦，對，安尼看，佢去 comedy 啊。哦，所
所以家己一人大了，死啊冇人唔知，冇人唔知過，然後呢件人是講死嘅冇人知啦，就是乜啲個答。你死個頭咧，然後熱土不是死。我冇看過你試過，你特別唔是，我看係過嚟成個時候。伊是去個人做咩去個人死後嘅時去個人扣來厝嘅。伊即告訴。洗厝啊，洗厝。洗厝啦，洗厝啦。喂。哇！佢即今朝你佢好氣哦，佢很請到你起來講喎。冇，所以我講啊，我接去嘅時，伊教我講了，我就想到我大邊啊，大新一些 museum 啊，你講啦，我哋頭先我就甲迄個鬼講啊，我是倒落來嘅，我是接來安尼款啊，我咪插亂路倒落咪你是大到邊嚇？你是大邊大？我是我唔是大啦。你 research 係咩啊？唔是啊！我就是去找伊啊！我逐年去一道啊！哈，安尼款啊！我就是去大迄邊啊！我唔是 research 下面啦。迄啲新一先嘅厝對面啊！新一村嘅厝啊！新一村嘅厝啊！我大迄邊就是就是因為我哋寫迄個字典嘛。我最近幾年我較無影寫，我特別我今年啊，我就promise 啊。你個幾寫過？你個 continue 直寫過？我當今特節寫一點鐘啊。哦。一點鐘差唔多一點鐘啊，我就加字啦，成日都講新嘅字，你就加你去。新嘅字啊，比如講啊，你今日你講 sermon 啊，道理啊，講道理啊，我未收到，我就是聽了我就寫字啊。聽道理甲講道理。講道理啊，聽講道理就是伊個人講條sermon咯，了你到底在聽就是個聽道理。對。Buddhist sermon 無相啦 ，Buddhist sermon 是講經啊嚇。講經，講經啊。但我人講嘅你你成個但人講嘅字上面嚇，講成個講辟邪，人做辟邪咪嘅阿莫玩咗講。辟邪就是 preacher，唔辟邪成個鬼嘅物件，辟邪，按照講辟邪，按照講阿莫玩咗講。辟邪啦，但我人講係咪Azerbaijan，唔知係咪 exorcism 嚇？冇唔知係咪 cake 係咪佢哋咪 cake 嘅啊？但我未有呢啲嘅。Portuguese 呀？唔是 Portuguese。Intro，我冇記咗。very less use it would like ritual 係咪 intro 冇係咪 play 係咪特別我未記我頭一擺看到呢字我唔知 intro 冇 play 係咪就係哎呀我特別到底除掉嘅我是特別 Gemini 後但我特登以為 Gemini history 都 Gemini 除掉對Gemini history 我嘅叫我當 Gemini history 有貴啊當然那陣時你講咩 entropy 啦？entropy 啊，咪 pick 啊 ？entropy and YouTube description 唔是喎，但我直得落去。You're asking？但我 I think 但我是去我另外一個 account， 等我 try 下，我去我 Gemini history。pick 是 more is something like protection like that against 但不過我是講掛鬼，我是講掛鬼，唔是辟邪。Ecotropic。我唔捌去過，唔捌聽過。Direct layman translation 辟邪 means deter negativity。อันจ้า ecotropic อันจ้า spell 啊 ？Apotropic。To avoid evil spirits。
特別頭先睇到這個字文，我嘛是。哦，這是伊個 verse 啊。我估一個，怎麼你講是 pentagram？pentagram 是迄個 satanic。啊 ，pentagram 是迄個物件嘛是哦。車，pentagram 是迄個車啊。你一粒車啦，耳孔。一粒車啦。一粒車嘅耳孔誒嘛，特別迄個都唔是，迄個伊樣是特別是 pentagram 是 actually 是無保行嘅嘛，伊是朝外幾代嘅時個變做是人家來做你 satanic worship 嘅。哦。伊是 six-sided star 嚟。伊是 talisman 嚟咯。pentagram 是 five-sided 啦。five。six-sided 是 Israel。嚇 Jewish 係你Son of David。特別當咱講披薩，嗰是掛龜嘅，即個人按照阿莫話。但我對，但我 research 是講 exorcism 是掛龜。特別披薩 exorcism 是講係你鬼來了誒，你趕伊走誒。係咯，對，披薩你 apotropic 咧，阿未來 to prevent 阿未來，你閃伊嘅嚇，買可以來嘅。嚇對。寫是冇嚟字喎。哇！我除咗呢啲，但係你係咪講句係咪 big apotropic PAIC apple 我唔係聽過 apotropaic Greek 嚟 apotropic ritual 這是伊 description，I mean 這是伊 adjective 啦。我就講咩事 ？apotropic 報平安啦。報平安嘅。報平安嘅。哦。warding off evil。你直接教人哋講，我 because 我幾日來呢？你直接教人哋講，你變台灣橋冇嘛？你唔係講變兩人講玩？有可能我教變兩人講嘅，我就就對嚟，我都明嘅，我就明。我直接教我買我。你買寶去，你拍寶你變兩嘅橋嘅。對，我就是我真正早去台灣是因為我買我台灣台灣巴南話變女嘅福建橋啊。哦，準嘅福建話啦。啦，你對嚟聽參望嗰對嚟啊啦。係。係咪佢講博代？嚇，博代。我有陣時我教福建話啦嚇。我頭一道啊，較濟人是中國來嘅嚇。แล้ว我教伊人，我教伊人啊。集節，台灣講集人集節。介人集節就啦，一樣出去啊，我就聽到，一樣有邊樣嘅橋，你會橋嘅啦，有淡薄邊樣嘅橋，唔是反轉啊，我講因啊，教伊人啊，食飯啊，無食飯啊，特別伊個橋。本是上個邊人講嘅，就影響特別有當時我那時候本嚟嚟看咧，你 environment 環境影響到你先。是啊。OK， 但係我嗰陣咪講俾古嘢咪比方講咁大事啊！即係如果我俾聽下，即係讀新機啦，你睇我覺得電嘅聲個阿龍。你都讀 WhatsApp 啊嘛？唔是，你都讀 Clubhouse，按照我睇電嘅聲，未必是白人。我都冚咗啲聲而家。我俾聽未必是鬼嘢咧。啲我俾聽啲鬼，你個係咪會記鬼？嗰時會教人講，唔是你個記特別聽過，咩使？領導啲講師，阿龍嘅話，上講師嚇，咁樣念你兩個要分析下。有人講到有啲啊是阿妹是聽到人伊個 keyboard 啦，人拍字聲拍字聲，特別應該是無人了嘛。
我知道，我聽過，特別我冇去選，所以只有人冇人我唔知咯。哦，應該是冇人啦。你敢去選咯？我是唔敢咯。嗯，了呢個是老實。janitor 有真濟故事嘅。哦，係我俾聽嚟講一個 janitor 嘅故事。你記我講下咩物件？I mean，我是call refer to me as janitor 啦，但是 actually 成個後邊嘅 odd job man 啦，facility odd job man 啦。然後伊有陣時 because of the job 伊就會伊後邊 facility 會困嘅，個早起嘅。然後伊講半暝時啊，有陣時啊，請起來看到一個查某抹角走啊，伊面整嘅。就啲面頭整。就啲面頭整，應該是冇人了嘛，了這是office 嚟嘛 ，office 冇見啦嘛，特別樣是冇差亂啲啦。我聽我嘅理啊，你就冇應該有啲，因為那是正人咧，先講用對馬甲鏡都可以坐喺下邊嘅阿妹嚟做工啊，係咪啊？後來我拍唔見落人鏡時，我希望看到 ，because 呢隻真冇可能嘅會出現隻人。有咯，有對對赤鏡誒。撲街嘛！我自己當掉我細我就赤鏡。我自己下嘅。冇打線啊！我哋有個係自己下嘅嘢啊！特別好，我當邊這失敗嘅時候，我真正這幾個數人甲我講咧，我未曉講就對人聽，因為我未記，我聽講落啦。我就會落咯，我就會落我嘅把刀就會夾定我出嚟落啊。但我講起還啊嘅朋友啊，我一個，所以我捌學過還啊棍嘅嘛。哦，是辣啊。了我先生伊捌甲我講故事過。所以伊甲我講。知道伊個朋友在去倒落位啦 ，must be some market 啊，是啥物啊？然後有人賣物件啦，伊個一項物件咧是一個木袋嚟，伊個木袋是高檔嘅木袋嚟。然後伊個木袋內面咧成粉嘅咋，有一個粉嘅物件嚟。粉啊是粉啊？哦，粉，即煙嚇。伊個木袋是透明嘅。是透會看湯櫃啦。然後我哋賣人咧是講內邊是有錢嘅。哦，錢是可能講錢是叫貴啦，人叫是 spirit 嚟可能。depends 啦，伊是一種 spirit 嚟嘅。錢唔是你 tonic 啊？唔是。冇，伊是 I dream of Genie 嘅錢。哦，Genie。特別。idea of genie 是 already become filtered through Western views already 啊。But if 你Middle East 伊人嘅genie是冇相嘅咯。所以伊嘅朋友冇相信嘛。伊嘅朋友冇相信啊。講只是有咯，了個嚟 seller 講，你冇相信，你會使。買了也是一波好啦。that means 你使一波好，你是叫你寄來做物件嗬？一下倒開手你做物件咯。哦。伊講也是波好咧，你會使。個 return policy 啊。所以伊朋友話買咯，了 after that 依家我係先生講，我拍水寄去緊頂。哦，要去北京。哇so OK 咯，但我先生是冇對啦。然後伊I think 是that weekend 伊去緊頂了 ，after that 伊到轉來落山時，拄到我先生見了，先生問安怎？好哦，會用哦。伊講袂啊，伊講我去山時呢，未到伊個casino時啊，伊我都爆炸去。喲，破去，逼去。然後我先生問做咩事嘅？安尼款呢？伊講uncle 你未真較powerful 啫。
原來是講樣跟丁冇有樣家己嘅物件，想買好樣嘢錢入來博繳，愛贏繳嘅物件，是唔是？應該跟嘟 ，sorry， 跟嘟，我唔知啦。啊，應該是有嘅 ，actually，because 即叫rumors 啊，就是你我講，伊是做生意人嚟嘛，然後伊個是做這種做博繳嘅生意嘛，繳條嘛，然後樣這種繳條會能有，樣本是愛貪錢嘛，然後樣驚買好嘅錢走掉去嘛，所以。特別在本只一人會拖物件入來啊，咁你嚟成個鬥開出樣贏繳啊那款啊，所以有成個是用伊個咧，成個咧個伊成個咧 entire 咧錯歸來物件嚟 attack 伊先 ，before 伊錯歸入來，可以贏繳。self defense， self defense，關螺絲度嘅，伊冇對白。哦，別橋伊冇對。講到這裡哦，我下估我補習嘅時，我先生有甲我講一個書本，伊 sharing 我人過 tuition class 講，伊講係咪啊？伊有一個嗰啲本是先生嚟，แล้ว下估伊上家本是有學習啦，แล้วมุ่งโอในความดัก magic 嘅物件。你講要一道啲學堂嘅事，係一個你本是馬來人嚟，華人，伊叫伊係咪啊？伊叫伊來看，然後伊啲 science lab 夾一罐嘅 acid 出來，伊手咧係，伊講啊，我先生甲人 sharing，伊講，伊夾 acid 滴伊家己嘅手，伊手無事。然後伊 acid 滴啲紙嘅時候，伊紙燒去咯 ，acid 燒去。然後我唔知啦，唔知是 trick 還是伊割伊嘅手有物件是蝦米，然後做 magic trick 還是蝦米。然後伊個寫一個故事講，阿姑伊一個個例哦，伊會曉嘅嘛，所以伊唔使一句嘢厝上加有物件啲插亂。然後直接也是一起，然後唔知兩間啊，伊夾伊袋內面夾一粒空嘅管出來，然後你下去，然後再個兩間哦，你看到啲樓梯第二樓慢慢都按背落來，一個管，哎，真咯，咱啲朋友買去，伊是辣嘅，鐵軌嘅先生。然後伊講接個了，伊撳伊啊，了夾薄包。特別我唔捌看過迄種，特別伊個煙會打很久嘅咩？ I wonder。我唔知，這一個人 sharing 嘅，我嘛是嚟聽。我唔知嘅 ，because 煙你就是講正你嘅 smoke 嚟講，伊會無去嘛，伊 dissipate 去嘛。你一罐大概伊只是係 something 喺入面咧，伊係咪嘅打很嚟 good dry ice？講到這地龜，但係你講伊賣，伊一罐賣幾鐳？唔知，冇會。伊冇可能賣咧幫伊個。真係有效。可能家己 vape 一半一期，一罐10塊呢，唔使賺幾鐳啊咧。OK， 感謝大家。這禮拜15分鐘嘅幾個數，講個陣1點鐘33分。我有 short one。嚇，住，你是住。唔使講啦。哦嚇，唔使講下嚟。我唔使講鬼啊妹啊。我啱嚟 office 嘅。嚇，講啊。cleaning lady 講啊。這邊係邊個呀？邊個啊？都大邊做工㗎啦。cleaning lady 講咧，yang tatame，yang 你知啦 ，cleaning lady 就 normally 是都 after office 嘅，因為做 cleaning 啊嘛，已經 office 㗎啦。咧一到4點半時嗬，伊 sometimes 有人伊嘅鏡頭有人拍嘅，拍伊隻，然後伊成個伊 colleague 叫伊做嘢咯。then 伊就講，伊變過哦，冇人嘅。and then 嗰一個物件是。伊樓梯，因樓梯，你知你這邊嗰度是放嘅嘛？對唔對？伊樓梯嗬，大聽到人
走去走。哦，哟。係肯嘅但 office 冇人嘅。然後呢？成日係你呢啦，成日就尿搞嘅 office 啊，咪是嚟 shoulder，咪是嚟實一方就是特啲邊嚟嘅講槍嘅。OK， 感謝大家教我講幾個故事，但是兩個聽到把你幾個故事，就驚呢，佢嚟教我講，我同冇當部本驚咧，所以是有啲 interesting 嘅故事。我其實我是只係，特別我是想到一句我就講了啊，告訴我冇記啲 details，所以變咗冇好聽去。若是講我聽到幾個故事，會講細漢聽個大漢嘅故事，還是學長嘅故事來教我講。嗰時裝嘟咪就借樓頂嘅位，一個葡萄囡仔口嘅，到啲你等嘅樓頂嘅位，特別我未記嘅故事上咗。OK， 感謝，還是攞幾個故事喺你塊，過來唔是喺佢哋都有。本嚟錄音時間啦，咁講感謝大家，拜，感謝大家，拜拜。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這邊會訂，正依靠嘅訂看訂聽，但係就正很屌錄音時對通知啦，感謝大家，拜拜。